大家好，多謝大家嚟支持呢個活動。同行中，一絲一絲的捉緊最美的安望，同成長，親手地一筆一筆去兌現承諾。遙遙長路裏定會再趟，伴着遊歷晚風，離過再往前看，前程會如寒冬點起手烈火，提起火把發熱發光，從頭又再振作，定可找到結果。人潮中分不清太多，如同真相交過已不往，同行萬里有我和你一起細看。中荊棘不怕多，仍可走出四面八方，同互信約過，前方一切獻芳。從前的揮揮手沒講，來年的即管接力去闖，同行萬里有我，攜手一起練放。同行中一絲一絲地捉緊最美的盼望，同成長，親手的一筆一筆去兌現承諾。遙遙長路裏定會再趟，伴着遊歷晚風，歷練過再往前看，前程會有寬廣。如寒冬點起手裏火，來提起火把發熱發光，從頭又再振作，定可找到結果。人潮中分不清太多，人同舟相交過亦不枉，同行萬里有我和你一起細看。其實你已經係第二次同姚老師合作㗎啦，亦都係為呢個慈善嘅。咁你今次呢個活動咧有啲咩感想啊？真係好開心啦，同埋一個好大嘅榮幸，又再同姚老師合作啦。咁第一次就係都係為咗慈善，咁啊第一次我都係有份彈樂器嘅，但係今次淨係負責唱歌啦。但係今次我哋又多咗成個香港弦樂隊，所以好多謝大家，大家俾啲掌聲你哋。多謝。咁姚老師咧，姚老師今次呢個啟動儀式咧，你亦都揾咗阿 Fred 同你合作啦，係咪有啲咩特別嘅意義咧？同埋咧，你可唔可以講下咧，今次呢個音樂正能量計劃咧，其實你嘅構思係點㗎？
其实呢，我跟 Fred 相遇也是因为慈善跟音乐把我们连接在一起，然后成为朋友，对吧？这次很高兴能够跟 Fred 跟我在一起，在参马会的音乐能量的計劃中 kick off 的 event 裡面，我們可以一起再演出，再為慈善，再跟音樂聯合在一起。會咧嘅支持啊！咁啊 Fred 啊，咁你對於咧香港弦樂團同埋香港馬會咧呢個音樂另類計劃咧，你嘅睇法係點樣啊？其實係我覺得非常有意義呢個 foundation 嚟嘅，因為作為樂壇一份子啦，唔至於樂壇咧，即係中意玩音樂、中意音樂嘅一份子，我覺得音樂對年青人啊，或者對每一個人嘅影響咧係非常之大。咁我哋可以透過呢個 foundation 可以送 musical instrument， 同埋可以 provide 你個 free music lesson。咁我覺得呢個俾一個人係最大一份禮物嚟嘅，所以我覺得非常之有意義。係啊，多謝 Fred 同埋多謝姚老師。